大哥，我係黃 Sir，好耐冇見。啱啱考完試，有啲人準備呢個星期考試，英文考試好快完。而今日收到好多電話，都係啲同學仔打嚟報英文暑期班。咁講咗好多次啦，因為有學校嘅考試仲未完，所以我哋英文暑期班暫時都係未開始報名嘅。咁點算好咧？外區嘅同學仔點算好咧？我哋簡易嘅做法就係、暫時都係開2點到9點嘅，咁只要你2點到9點願意留120分鐘，咁你就網上井上，直至到最後一間學校完咗考試之後，我哋嘅返學時間就會改成朝頭早嘅10點到下晝嘅6點。而一如以往，我淨係教2點到6點。如果你想上嗰堂，就要2點到6點咁就得啦。但係又咁講咯喎，啲同學仔要温其他科，淨係專注英文噶嘛，咁其他科咧你就要早啲翻嚟温啦。希望大家唔好浪費時間。我哋英文嘅主題好簡單，就係每一日都要認好多嘅字，然之後寫好多嘅字。英文咧唔係去到考試先用，英文咧唔係去到考完試之後就唔用嘅。英文係要每一日讀寫聽講超過15分鐘，恒常地到大約連續20日或者60小時，就一定係好得嘅。咁英文我哋嘅主題通常都係 one grammar，即係 tenses、動名詞、形容詞、副詞呢一啲，令到你寫作係準成高咗，完整句子 reading 係會上分。嗱，今年好多東涌或者外區嘅人，所以如果想報名嘅，記住揾井 Sir 或者黃 Sir，都係 WhatsApp 報名嘅91307307，收費係冇變嘅。有咩疑問揾我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